民国70年所起的安南区公所已经是超过40栋的建物，虽然外观看不出来，不过经过耐震评估，已经有危险过路。虽然103年加105年有2摆经过部分补强，不过到现在墙面也是有真侪破损，特别是地下停车场上界明显，甚至因为地动结果拢刻到入门窗变形。另外，周边停车空间严重不足问题，嘛需要一并改善。对此，区长表示，干务局已经补助3000万，目前正规划设计发包，预计明年全面补强施作。安南区公所的厅舍在108年我们做过详品之后，它确实是一个危楼建议作为拆除或者是耐震补强。那么有鉴于目前的空间我们还充裕但是确实有建筑物的一个安全的疑虑，因此我们获得各相关局处的一个经费的挹注，预计在今年会完成设计跟发包，明年会来做一个施工。同时，我们要解决我们安南区公所停车的问题除了现在已经完成的第2停车场，是像我们台南地区农会认养的一个仓库的一个停车空间，有77席。同时，我们也同时规划第1停车场在我们的区公所的后方的小绿地是一个私有的一个商业区，我们也辟建为停车场，能够提供31席的一个停车空间，还有36个一个机车停车空间，都预计在9月份都能够完工。同时我们要减轻自动建筑物的一个净载重，将我们安南图书馆的一个图书跟台江文化中心的图书馆做一个功能的一个整并，这个图书能够移出去，那我们这个建筑物未来能够提供一个更安全的一个民众洽公跟同仁办公的一个优质的环境。面对台南市公有厅舍，不管是卖力高龄，还是空间不足的困境，市长委托嘛特别前来安南区公所会勘，听出区长的简报。会后表示，虽然经费庞大，不过为了结构安全，一定会依照迫切性的优先顺序，一步一步来改善。很多我们的公有建筑都慢慢步入了中龄，或甚至老年，以安南公所来讲，它本身因为台南的各次地震的关系，所以说它一直屡次经过结构补强，当然也会影响到它的结构安全。所以说我们当然是积极要来寻找这个合适的地方。那公所也提报了好几个地方，我们会宽筹经费来处理。除了安南公所之外，安南区公所之外，我们3分局，甚至于安平区的4分局，也都有面临了这个办公厅舍不够的问题，更不要提我们一般的里办公处。我们光是我自己认列，在这3年多来，就已经至少有好几十间的里办公处，在面临要更新。所以从基层的里办公处，到警察、消防的厅舍，到我们公所的厅舍，都一直陆陆续续翻新，这些都需要庞大的经费。我们也希望说排定优先顺序跟急迫性来优先来处理。以现有的公所为例，虽然地点适中，目前要以全面补强来改善，不过长远来看，也是会争取适合的公有地来规划新的厅舍。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